Hello， 大家好，我是郭贝，又到福氣來嘅時間咯。我哋都提講，其實台灣嘅地形嚟講，平原和嗰時候大部分嘅面積嚟講係山，山地背最大嘅面積都係我哋嘅森林咯。森林除了係我哋生物和多元嘅生物保存庫之外，其實係有一個輕重要嘅功能，就係保存我哋嘅水資源。因為講咧，因為台灣嘅水大部分可以利用嘅。河壩水啦，嗰度嗰時候其實大部分係利用喺地下水哦。嗰時候我哋可以靠森林來保存我哋嘅水資源。除了一個重要嘅功能之外呢，森林還有哪條特別地方也係重要性呢？今日我哋特別邀請到屏東林管處森林志工隊第一屆嘅隊長鄭兆強鄭大哥來到現場同大家來分享。我馬上來邀請我哋鄭大哥。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鄭兆強。哇，鄭大哥，又見面了，上擺了聊冇咁樣主題，冇想到係森林志工呢。係。你頭先有介紹到講，係第一屆森林志工嘛？林管處有個森林志工，都更加有一多年了呀。當時一個林管處因為要發展一個森林遊樂，那要發展森林遊樂是需要嗰度一個技術人。嗰時當時屏東林管處算整個8個林管處地方算各做去做一個技術人志工嘅一個工作。那麼嗰時就我都入去也是嚟去必定招考，還是其實也係啲志工啦，也係啲志工。嗰時入嚟以後都更加起碼有25年嘅時間。25年哦！頭先鄭大哥你有講過，屏東林管處係算最早嘅呢，林務局嘅單位地位算嗰座有攀一個森林志工嘅嘛吼。嗰時25年都更加哇，真是有千多年嚟吧？地位森林志工更加。其實因為林務局一個做一個森林志工其實伊個算一個個嚴格嘅一個單位。嗰時招考入嚟以後，其實一般嘅志工好少會推下嘅。除非你去搞出版嘅時數唔啦。但是而家目前已經有冇講會全然淘汰嘅，但是如果講唔往後做。嗰時其實一地方嘅流動力較大。嗰時已經從以屏東林管處嚟講，而家25年嚟，已經提出去。志工。那麼中間其中之間還有啲停了10年。能走一批。嗰時也係個奇妙一個志工單位啊。同我哋平時認為嘅志工冇乜共樣嘅吼。鄭大哥。頭頭安尼聽安尼講啊，其實唔自家會想去做志工，喺當時林管處吼在請講，來做志工有聽到一個消息，去自家去報名嘅，行喺人家去請講，我哋睇做志工愛來唔？好，其實也係過程入嘅前面吼，你過去其實我都講係佢嘅經營一個幼稚園。那麼我哋咧經營幼稚園嘅方式，同一般嘅幼稚園唔一樣，因為我哋佢希望帶小人嚟去接近山林、接近自然。唔係叫我睇啲房間多嘅地方。嗰時當時我哋咪每寒暑假時節，每一禮拜，我帶小人出去1擺。每一禮拜，每一整日我帶小人出去露營1擺。好，嗰時呢，我哋咪用固定嘅幾個場所來使用。那麼其中有啲場所呢係啲私人嘅農場。因為講，我哋去帶下啲小人呢，佢自然地方發通，佢用佢貼片。然後同小人呢帶一個好。如果因為講，其實而家啲農場嘛，希望有安尼嘅發通來進行，用嚟去引導一條遊客來一個農場嗰時就可以做乜嘅生態活動。嗰時亦都開始做技術人。因為講，其實我做嗰個係咪由我來負責？嗰當時我都係走入嗰度一個技術人志工來一個農場地位。好，如果按你開始我有嘅一啲志工嘅一啲想法開始，嗰時林務局後來又開始做一個各遊樂區嘅一個技術人。我哋個朋友問嚟講，家睇緊有啲空嚟參加嘛？畢竟林務局係啲政府單位嚇，佢從名聲又比較好聽嚇。聽我哋講，有嗰度遊樂區，我哋志工可以去同人做介紹。其實安尼參與也更難得啦。嗰時候我都安尼第一屆我都開始入去嘅。安尼除了喺第一屆入去之外啊，你頭先有分享到其實。
做一個森林志工講嚴格嘛，有陣那個頭都有講到，有彈出來哦，靠哦，係咪？啊，嗰時間靠一個林務局嘅志工，森林志工有乜嘅資格？啊，點會靠有靠乜嘅東西啊？好，其實我哋睇下，因為你去森林裡邊哈，尤其係帶遊客去介紹，要下北山行路哈。其實對於本人嘅體力嚟講，其實係一個太考驗。因為林務局當時如果實際平用林管處嚟講，如果實際講60歲以內哦，咱可以來報名。第一階段係報名，60歲以內。第二都講，你想個人嘅資料，你有自傳，送喺一個林務局來，還有都開始書面審核。書面審核有可能看到，比如講有教育度誒，比如講按到半年書面審核做唔得，有你打下來。好，有到書面審核過完年又再喊來，經過面試，你都講到來要做志工，要經過面試，要到比靠其他嘅單位度咁難嘅，咁你又講有個規模簡單嘅。係啊，有冇良心所以好難樣嘅。喺面試通過以後，如果同啲人講，今日面試有過，就擺下來書訓。書訓行會書訓哦，書訓差唔多3張嘢。係哦，總共有100小時嘅課程嘅我唔都要去上100點鐘嘅課程。你地杯課程係上乜嘅暗藏嘅時間？比如講有地杯有嗰度通過嘅知識，出過嘅一度介紹，閒係講地杯係有嗰度課程啊，比如講遊客出訴訟嘅，點樣去處理等等，有包括嘅整個課程地杯。嗰時候有個甚至嘅書訓起來，其實按日上起來，等於每禮拜都喺上課。一年係上8點鐘嘅話，幾辛苦。哇，其實學行來也真冇簡單，也真有嘅豐富嘅內容咧。談可能講，有嘅書上咧，人急救嘅知識，也有真是通波出波的。學行來之後，就從人哋睇學校嘅上課供用啊，學起來之後，會唔會有相關嘅證明啊？好，當然林務局都講，開始後來有考試，而家書訓甚至以後，開始你。要通過嘅，要來上嗰度班100點鐘嘅課程，然後開始你實習，實習半年，實習半年每週日都去，日就要落去輪流去練習做介紹。那麼之後被強攻有考試，睇你要通過嘅，等於你從開始報名到有個考試實習結束1年嘅時間，真係真實嘅志工。係一經過考試以後，因為佢通過嘅，那係啲真實嘅志工。哇，太困難了吧？係啊，一路攞把石頭都衝樣嘅。真是，唔係工作冇良心，所以他敢用按興趣講，可以對得掉講1年按嚟發，按到嘅時間。真是作為志工之後，能是這個有感受到有乜嘅回饋冇？冇他敢用按好按清講，我嚟做一個志工嘅。其實經過一個志工嘅工作，其實好多人好多單位都有去做吼。其實我係分析到講，一般嘅志工，因為其實係有潛在自家嘅成就感啦。而可以潛在自己有自家嘅舞台。嗰時候而做一件事情，其實感覺到幾快樂。我這個本身其實我喺上學個冇用，喺上學講其實我個此時係我上過我喺地方學到幾多東西。那麼其實我這個本身我學起來我感覺到個輕鬆。因為我大學嗰時係讀相關嘅農業科系。當研究所就係要讀生物、生態。嗰時對我嚟講，我要對有個太加分作用。再加上佢攞杯安尼跟同人接觸，跟同人講，其實對我嚟講，我學到幾多東西，也對講亦對我栽培幾大啊。這個本身有基礎嘅，再加上有個地方，幫更加豐富你自家嘅內容，學習嘅專業知識安尼。這個除了志工，啲教育嘅，林管處教大家之外，志工還會自家去進修嗎？像鄭太講，自家還會去進修嗎？當然因為這個本身也教育嘅科目。嗰所有個地方變成係一個幾好嘅練習嘅場所。還是講同人介紹一啲案例俾一啲場所。嗰所除了我哋可以在嗰邊上課以外，其實林管處也本佢做志工，佢睇空間啦。如果同講
但係目前更加尤其嘅推動乜嘅工作，嗰啲譬如它是要靠證照，唔攞嚟報名嚟，但是好多人有個排斥咯，因為講一般嘅一個技術工作已經幾固定嘅，都按下都好嘅，因為唔再加其他工作嚟講，可能對於佢哋學習嘅負擔。你如果講廠藝本身也係有工作，我說我也係有因為工作要嚟調一段時間，學一段東西，唔係講學個都冇事情嘅，你要去貢獻啊，你要去付出啊，我說一段時間去搞去做一個幾好嘅調配，那有發圖。你像真係講，這個做嘅森林志工之後，有哪條嘅專業嘅證照啦，也技術的？香港人應該有第一線救護人員的證照，那第一線救護人員呢，他哋每2年要重新再去復訓一擺，再去考一個證照。比如講，一般的地方可能都簡單的做CPR 同 AED 一個簡單的兩項，學業兩項差唔多4點鐘，你可以拿到一個簡單的證照。我哋唔係我哋去營業班嘅時間12點鐘，因為我哋那邊都拿到包括第一線有人受傷嘅時間，我哋到現場一定啊做爆炸一樣去鑑定講一個人嘅生命嘅一個情形係樣嘅。嗰時一個證照啊，因為講一個幾難得嘅啦，你唔都敢去，如你人哋所需求嘅時間，你都敢去做一件事情。你如果比如講，如果講更加有特殊嘅攀樹，攀樹教練嘅證照突然間有興趣冇？因為過去林務局我做一件事情，喺邊個人去野外嘅時間，我哋特殊去做嗰度調查。如果有條樹嘅，點解講有乜嘅植物，什麼嘅樹，還是講點解有乜嘅雕去做到？等等啊，就去做嗰度研究，嗰時候就覺得一項技能。我有咁樣考證照，但是人邊都更加但係尤其唔係講必喺白樹去做調查唔係，都俾甘肅都講用一道器材去觀察一道森林你的狀態嚇，嗰時候一個要證照。另外你講我哋應該要嘅送一個按照森林療愈。你講人去森林裡邊可以去做一啲心理生理的一啲療愈。一個放鬆輕鬆啊。一個咩有啲證照。哇！真是冇簡單誒，真厲害喲！哇，觀眾有想到講，作為咧志工，還會用考試，還會1年的時間，才可以拿到個資格。入來之後呢，又還會有某種樣嘅技能去考個證照。哇！作為咧志工，大家有想到講，我要按辛苦冇？不過按辛苦嘅之下呢，其實個內容一清清豐富。等一下休息一下，試一杯茶，更精彩故事，我哋馬上過來喲。前面啊，聽個鄭太講嘅分享，我感受到有一個親神奇嘅地方，我是想再繼續問下嘢呢。你講志工還會考證照，有2個證照，繼續來請教鄭太講一下咯。鄭太講，頭先我講嘅證照底部啊，我嗰所談到嘅嗰個白樹嘅證照，同個森林療愈，你可以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嗎？好，其實一個白樹嘅證照因為也係一個安全性嘅問題。嗰時候唔係講明天你就可以搞一件事情，然後更加變成一個一個安全考量。你講唔可以先有知識，比如講唔用去教人去白樹嘅，有的繩結一樣嘅打，有的器材工具塑嘅有的一樣嘅使用。另外你講，因為我哋喺森林裡邊進行嘛，你評估你一條樹係白的，又係講有條樹係主要有乜嘅會有危險嘅東西。嗰個中國樹訓可能嚟加上考試，要3年嘅時間。3年嘅時間要經過考試，考試以後考過，你可以拿到一個比如講體模類的丙級證照啊，一啲教練證。那未來可以從事一項工作嘅時間，讓你哋
伊的证明哈，本人讲哎，你係專業，你講每天人都考得到，還是講每年都可以來搞一件事情。我說我哋像我經過有安嘅證照以後，我都會始終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講帶小朋友也好，帶老人家也好，唔因為講老人家呢去做一件事情，其實佢唔險。其實嗰度老人家嘅心理，一件事情係過去從來冇做過嘅事情。但都係見看起來，嗰度老人家其實更願意從事安尼失敗冒險嘅一個活動，其實係幾安全，但是因為要靠出夠嘅力量，靠出夠嘅意志力去完成。我說等到伊完成以後，對佢嘅心態嚟講，伊個有成就感啊。人講哦，看起來個耐哦，但是伊翕相翕了，哦，話你可以讀書誒。其實也係講一點森林療癒的路線啦，哈。那麼另外再講一個森林療癒的徵兆呢，如果一般的人去森林裡邊啊，如果其實就是漫無目的，還是講一路去純粹去放鬆心情，或者也係幾好嘅一個親近自然的一個方法。但是我哋講，你到底要達到一個目的嘛？我說我哋要用嗰度數值去做一個考量。你出去又真的有心情有放鬆。像今啱我哋一個推一個森林療癒師嘅一個工作，而家目前係喺蘇州喺進行啦。那麼其實有啲睇目的都講，嗰段人入嚟一個森林以後，對入嚟都已整個完成一個森林療癒再出去。如果伊有喺平常生活中咧有啲壓力，要感受得到嘅。哇，聽下你嘅分享，真是馬上就想去體驗一下一個讀書嘅啦，又係講做森林療癒呢。你真係講，第二講森林志工啊，一條志工，佢服務地方大部分都喺戶外嘛。但係一個戶外環境嚟講，到底喺屏東林管處底下一條志工，到底喺哪條地方服務？一條地方有哪條特別嘅特色咧？嗰時候都有同主持人講到講，我哋一個當初做一條志工嗰時，其實有啲基本門檻限制，如講60歲。做乜嘅？如果講60歲，因為講包括你書院以後，基本服務10年都已經70歲。嗰時候60歲其實係講我哋出去做一條志工，其實佢愛體力。比如講屏東林管處有鐵南片嘅坑墩。森林遊樂區，再過來，你睇個板中間呢，有個上條森林遊樂區，潮州又有啲林後森林平地森林遊樂區，再山下來高雄，那係算屏東林區管理處管嘅，那高雄我哋啲美濃嘅一個雙溪木樹林，係又係啲我哋可以出版嘅地方，另外都在屬於原住民的部落桃園區，佢有啲藤枝森林遊樂區，也係目前非常熱門嘅一個遊樂區啦。係啊，聽講啊，因為有個藤枝森林遊樂區地盤哦，我先預約，明日將開放到800個人、500個人一批，嘛？哇，真是幾多奇妙嘅地方。嗰時候睇志工服務時間，從一條熱門嘅遊樂區地盤，今日睇個地盤服務，都係服務除了導覽之外，今日還有做乜嘅事情嗎？其實一般我哋會去遊客接受我哋預約解說，我哋都去領養。好，嗰時候我哋喺我哋平均分起來，每一整日唔去走一個地方，這樣嚟輪流啦。對。那麼除了做導覽解說以外，其實我哋這個也要負責做一個生態嘅調查。天數林管處嚟做個調查。另外，你講我哋也可以做，比如講一條路已經天然嘅災害，還是本遊客行嘅路已經唔係幾好行嘅，我哋要有一批志工專門去做一個步道的維修。但未來帶遊客嘅時候，我嗰度故事可以講，因為很少有做過。那其實呢，也係另外一個部分。另外你講，我哋沒有志工或者出版團接受遊客的諮詢，比如講有乜嘅問題，還是講有啥好去哪了，還是講有個地方有乜嘅好了，介紹俾啲遊客啲。嗰啲也係一般我哋去森林遊樂區志工地位作為一般嘅事項差唔多咯。難怪我考試唐空的有個志工18萬5億吼，每一項都係千億塊呢。係啊，講可能佢要投籃嘅時間某一天，佢要用國語，用客話，用河洛話，甚至講用我個英文啊、日文嚟講投籃嘅冇。有我這個本身我有
接觸過，其實我以目前一個到導覽解說，因為我哋平林關注目前有8個一個志工。我說變成一個地方，我一個導覽解說時，其實嗰度志工我去領養。將我見按多年嘅資歷以後，其實我嗰時候我上去領養，我也搶唔到啦嗬。因為我這個有工作，那麼但是嗰度大部分係一個壯觀。臨時講我去呢遊樂區，比如講各單位嘅壯觀來。那麼如果冇到呢篇一個系統地方講，我一度解說去解說。嗰時因為透過林關處講，人呢叫壯觀去，有人來我同你做介紹嘛。嗰度係我目前做嘅工作，嗰度係按一部分。嗱，印象中當然一度總統還是副總級別一度，大部分都帶過啦。哇，真是哇厲害呢！因為嗰個我印象中係帶過一啲法國的植物藝術家，植物藝術家哈。那個植物藝術家以之前來台灣嘅時候，也設計台北的個兩廳院。佢地北一度植物的藝術，他也設計嘅。而來聽記，甚至遊樂區。那因為佢係法國人。那麼我哋可以講，咪係講英文。法文其實我哋唔曉得講。必須話教也係個正常。另外都講有翻譯啦，但是我哋啲翻譯，一般嘅翻譯法度，但是嗰度森林地北嗰度專業嘅名詞，也翻唔過來。不過今日我哋經常咧，雙方面都怪快樂。因為我哋有共同的話語，就講到森林植物一啲東西。其實以後嗰條，我說佢哋不會經營嚟飲酒呢。我說個奇妙的事情啊。你睇到一啲環境地方又有共同嘅話題，真是係個奇妙、個好嘅一件事情。你除了投讓一個外國人之外啊，等認識2年一個志工嘅服務期間，你還有讀到過某個難忘啊，又係講過刺激嘅經驗冇？其實我哋一般會讀到嘅嗬，比如講帶小朋友嚟講。那小朋友我哋都地塊天真有時而家感覺到人家嘅人怪好親近，從我看起來是一件60歲老人家那個小朋友一來你能教得怪奇妙以為你始終過來看描述給小朋友以為冇到地位係講爸爸以為係你呢，有啲聲音呢佢奇怪嗰陣我就感覺到有可能喺我哋佢必定感覺到佢強重嘅地方，冇乜嘅距離。如果一般讀到嘅嗰難忘嘅事情就講，我有時把意外的發生。比如講我有讀過，有佢本砂鍋咬到。有個砂鍋呢，我哋去判斷以後，以為痛。我哋去現場再看過以後，發現到係吐沙。按人用乜處理啊？對，佢攞地係乜嘅沙？又可以看雙條。另外都講。而家嘅描述講一本呢種砂鍋咬到，上個乜嘅用色啦？乜嘅色色，馬上去處理。比如講同時我係救護車，同時那天用送人落去救護車可以到嘅地方，也係一啲考驗。又會發現，又會有讀過，有啲遊客行路嘅時陣彎道，坐喺回旋嘅那路係樹上，能用這個背包裏邊有簡單的簡單的醫藥設備，其他先做初步的處理。一樣，我如講可以行路嘛，需要行救護車嘛，有個部分你先唔過去。那麼另外都講嘅森林地帶，其實我有比如講9年、10年、11年嘅時間，嗰度葡萄風，我本葡萄風。調到，咁樣我處理。其實佢我哋呢，佢我也按幾個時間地方，其實讀到呢事情，對我嚟講已經算唔係乜嘅佢意外嘅。因為設計有各有呢經驗，也加上有證照有受訓。其實如果唔係講讀到呢問題嘅。唔過真是唐鳳人，人家按叫嘅服務時間地方讀到，太細嘅事情輕動咧吼。你最多像本砂鍋咬到嘅一種經驗，會幾多冇？其實唔係，但是有時有嘅一般嚟講，我哋都講行業嘅我哋講設計嘅步道行路嘅，但是嗰度有嘅，我哋也咩唔計講，做乜嘅會離開一個步道，叫佢這位地方去，到底係鵝鳥，還係
咩唔計啦，我哋都咩唔計到錯嘅嗬。嗰時它是發生嘅都發生嘅，啊我哋按樣去協處理去做處理。不過我處理都更加按照看事情嚟講，其實也都更加有冇俾遊客抱怨講服務唔會狀況出現，其實也唔會啦。我唔知可能都除了你們自家用心吼，林關處一個工作單位也過用心，嗰時本大家感受到都講，來到一個地方，真是過輕鬆、過放鬆一件事情，過安全啊，哎呀。觀眾朋友，真是人哋睇到一個地方冇舒適時，假使有人帶啊，我同人家嘅話，冇人帶時嘅，人家鋪頭設計好好，唔好行啲都不易哦，真是就行啲都不易哦，有某個事情會發生，大家都唔知。不過啊，人哋森林除了可以去變了輕鬆一下之外，人哋森林還有那種版的功能和故事呢，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講到同志共鄉下來去留了的地方，大部分都係睇嘅林關處嘅管理嘅地方地位。呢，除了林關處管理嘅地方之外，我哋台灣還有青島好了嘅山林啊。呢，其他嘅同地方，我哋應用辦注意，也係有乜嘅方式去注意呢？真係講，我哋去到嗰半時間，唔看林關處嗰邊係管理得好好嘅嘛。更加其實我哋政府有講山林嘅開放。山林係啊，我哋開放嘅青島後山林、老人家大家拼命去來去走到山當中去啊，戶外秘境地方去探險。你睇做下條發通嘅時間，其實我哋有乜嘅要注意，也有乜嘅原則要遵守嘅嘛。那麼佢林務局一個所轄的一個森林遊樂區有規劃嘅步道啦、設計，然後嗰度工作人員會去做協助有解說人員帶人哋去認識一個生態。那麼除了以外，有的其他嘅可能因為比如講林務局嘅林辦梯，其中嗰度山，那其他嗰度人會去白山，會去運動。有些廠嘅職業本身又可以去白山。除了去林務局嘅有度遊樂區去服務以外，其實我因為課程嘅時候，我要去出嚟做嗰度調查。那麼第二個部分呢，當然我哋可以同一度好朋友講，即係去白山嗰時，其實你做好嗰度功課啦，你做好準備，你去白山嗰時，那我我哋講快快樂樂嘅出門，平平安安嘅度下嚟。那麼一個時間呢，即係本身，除了做嗰度功課以外，可能你參考嗰度人，你熟悉嗰度資料。也係提供一啲觀眾朋友呢，你出去以前呢，我先做好一啲功課。除了尊重當地嘅人，因為人哋嘅片雖然講某一天有人喺度睇嘅，可是某一天係偏人嘅地方啊，土地啦，又係講路嘅片，要尊重一下嘛。最重要係講，其實我哋去到嘅搞了出去嘅放鬆嘅時間，我哋第一個我聽講，其實還有一個原則要遵守，都可能遵守。最大無痕山林，無痕山林到底可以做乜嘅啊？真係講。其實林務局對推動一個無痕山林其實有一個用心同一個目的啦都希望講，睇下人去白山以後呢，將林務局嗰度地方係無人管理嘅一個山林。那麼睇下人去，反正睇下人去摘春雨，去學習。他這個呢希望講離開時間。一個山係咁樣，係幾完整嘅一個情形。那本海的人的使用嘅時間呢，係可以咁用人哋原始的一個方式。嗰時候呢，鐵的部分我係建議他家人你去山林嘅時候鐵的你要有那個承諾啦。如果你去一個山林地帶，你要承諾講，可以繼續維護一個環境。唔會亂接鐵石啦，還是做乜嘅唔應該其他山上發生嘅事情都唔可以去做，又係唔對一個山嘅一啲承諾。因為都講唔係感恩啦，因為感恩都講因為之前很多人入來同樣遵循安尼嘅方式，安尼嘅承諾，嗰時候同一個山維護嘅改好，我哋可以同一個山去學習。嗰時候唔要有佢感恩嘅心態。嗰啲起碼有兩個基本嘅一啲態度唔要有，
那么台湾的森林呢，咱可以讲继续维持到改好的地方。因为谈到陈太哥安尼分享，其實我有好多朋友也係親口走到山洞過去啦，吼野種野海人啦。嗰時大家其實本身吼睇做一個發通嘅人，今日都有一個觀念嘛，就除了無痕山林，今日會將一個感恩同尊重嘅觀念去講，我哋去做進山，今日進山有兩種哦，第一種係講，我哋去驗嘅知識，真是。幾多年有誒吼，可能關係誒啦，也係個冇注意，這個帶出去嘅東西，有啲食咧包裝啦，吼，東西會漂黑，冇注意到跌落嚟嘅山林地方，今日會做一種進山，哦，你有冇青島嘅知識，今日講有個都親近嘅進山，另外一種今日都像陳太哥講嘅，今日有一種感恩尊重，今日你去山島嘅地方嘅時節，今日就像。規氣都靠叫我做老人家打招呼呢，講到今日阮同個山洞嗰個樹嘅啦，也講石頭也講，人哋看唔到嘅講無形嘅山神嗰度，我今日阮做一個尊重告知佢，本來看到嘅真係有幾感動咧，真係講呢，自講自家係唔係有一種會有做一種事情啊？當然吼，我哋設計本身因為我哋同人宣導嘛，吼，我哋會設計去每年一年起碼會有200去行入嘅步道去做整理，去驗體色。那麼驗體色其實驗幾來向我哋會做分類。那麼其實是我都同他個人講，迄種你這個可以減少佢嘅山上切體色。那麼你喺山腳下，還沒出發以前，你都可以先從一條體色先減少下來。也係啲無痕森林裡邊有講到講，你用去減少一條包裝的一個使用，唔是帶上山以後又再帶下來，嗰陣喺山腳下可以先減少，都有啲體嘅問題。聽你都講，我哋喺山上其實隨時一條學習，那麼其實對學習嚟講，也係個無形嘅東西。那麼可以突然間發現一啲佢，譬如講一個長一條嘅，係先講佢好看嘅雲海。等等，有啲我哋去山林裡邊，其實唔係對媒體啦，對樹方可以看到，會有嗰種心理的感動。也有我哋這個情緒去經歷過以後，其實能有安尼嘅嗰啲感受啊。係啊，講到鴉片，真係講面對一件事情，也之前有看到一個新聞，都講台灣有發生過青苔嘅森林嘅火災。你森林火災嘅地講，嘅自工會聽數去做救一個森林火災冇？目前一個部分我哋能做宣導，至於救一個森林火災部分，各地目標設計有設計一個專業嘅人員去打防嚇。但是我這個本身有啲聽過嚇，實在講唔響，有個情況，睇因為你喺北山，佢草木都多，你喺打撞皮，行路。佢個又開始做勢，火又按辣，又按嚟見下過來。其實只係講從比平地嚟打火嚟講，有加個情況。也真是有個困難嘅事情。嗰種同大家人講喺山上用火嗰時候要注意。那麼之前頭都有做經驗講到講，中國嗰個發生一件事情啊，都今年5月份一個玉山森林大火嚟講應該係使用火嘅人有冇先看好講有個地方可以用火嘛？而且用火時要受到順後嘅可能就喺樹葉一條，樹幹一條，都係受風嘅。尤其喺山上而嗰度出嘅屬於我哋講嘅針葉樹。那麼針葉樹點樣其實以山上嘅油脂嗰度，嗰種結果好受風嘅。受風咧其實嗰條鋪面冇水啊，山上根本上都冇乜水，山上冇咁多水。嗰時候如果叫到盆風一吹起，如果叫到受風起來，嗰時候佢用火嗰時，你就特別注意。另外你講如果喺我哋這個有帶撞皮，用這個撞皮嘅火，唔會用其嗰時嚟前斜位下頭來燒。其實佢教上嗰嗰度嗰種火線會照出來，佢容易發生一個森林大火。嗰時有個部分可能要強他個人特別注意。真是睇 Nobel 尤其是人家到山洞過啊，總唔得一定要用火啦。因為講有需要將用火總唔得就講你想要用就用，還要用個明火，如果用柴火燒個明火，總唔得。更加唔不比以前啊吼，真是冇乜個必要吼，一定要用到一種明火。你除了森林啊，我哋前面有講到森林有青島嘅功能嘛，有做生物嘅保存庫之外，又有做個水源。你森林除了一道生態功能之外，森林還有哪條功能？又係講個特別我哋可以利用嘅地方，同佢強下生發下去嘅呢？
當然嚇，因為地位啊嚇，其實也嗰度出沒喺我哋目前冇問到嘅，還是冇用到嘅。也當然係喺嗰度人研究，對，未來佢本後多人用嘅使用也係問題。但是我哋前面有睇人其實喺身體保護好，保護好。咁我們從台灣過去森林地位有一種通過很多雲豹。結果因為台灣人呀，因為過去因為講雲豹路快到，咩呢路快到，冇重視以後，變成更加台灣的雲豹喺野外已經可能看唔到，等於講完全出眾嘅。你會感覺到佢可惜，喺今年喺野外可以看到一個雲豹，而唔係嚟主動攻擊人。係一個快樂嘅事情咧。也係森林提供我哋啲quite好啲有趣嘅行為。從人家睇鳥嘅寶可夢恐龍，人哋發現到新嘅毛恐龍嘅物種，其實也係一個奇妙嘅事情。睇諾貝爾世界睇山上睇森林裡邊，讀到一啲鳥嘅啦，從也係講雲豹，也係講人見啊。青島台灣黑熊，一般太大眼睛的看得到，不論泰式應該都清歡喜、清興奮啊！係啊，你森林啊，其實談過除了一條功能，真係個頭都有講到嘅。最近野餐咪也有談過一個個特別嘅東西，很多林下經濟。怎麼嘅很多林下經濟底部有乜嘅意思啊？好，一個林下經濟其實過去林木礦有嗰個林板體哈。那麼一個林板體其實過去也有。原住民嘅管理，那麼我哋第一個森林副產物，人家森林嘅地位所有嘅東西係屬於國教嘅啦。但是呢，一到人性嘅工作人因為講安尼冇去利用，佢可惜。但是整個森林係國教嘅，變成了唔都冇可以使用。所以人家政府也係提供，我哋個森林地位其實係可以做其他嘅啲林下經濟嘅使用。人家佢市場本人拿嚟用咧，用途係啲係地位蓄風嘅，我哋都地下其實風嘅我個資源個清暢嘅環境，希望風嘅出夠嘅時喺度。嗰時候呢，其他嗰啲人提供其他森林地位蓄風嘅一件事情。哇，談開嚟唔會慘嘅，有嘅林下經濟大部分應該行開城牆嘛，嗬。係，也用社區共同去經營嘅方式，用我哋唔係講屬於國民嘅方式。對，目前台灣除了講一個林下經濟以外，而家又開始嗰度人工林拿嚟做而家嗰度另外嗰環保嘅嗰個器材。嗰時候呢，目前台灣呢已經開始有嗰度企業呢，願意來做呢嗰基層的一啲事情。各位好朋友，今日當個鄭太哥帶來嘅分享，係咪真實感受到其實森林唔單止可以幫人出去老了變輕鬆一下，其實最重要係講同人生活息息相關，可以幫人有很好嘅生活環境，大家共同來舒服，係咪安尼啊？不過喺舒服之前，我來做一個森林志工，有失敗難，唔講還會考試，還會失去，不過唔怕，先來參加我哋林管所發動好好來認識一個森林，種草啊！今日呢，再一次感謝鄭太哥帶來安精彩故事哦，多謝。好，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大家來森林地位來聊聊。好，大家更加我哋停頓欣賞，想象一下我哋更加喺森林地位來做運動吧。各位鄉親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咧，我係黃正祥，一片係潘先生，也係蔡先生，更加教大家人嘅運動咧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共下來聽到我哋來做。更加教大家人嘅運動咧係圓弧形的，首先咧我哋咧兩隻手錶下來，兩隻腳咧咁樣打肩頭同法，圓弧形咧也係我哋咧雙手咧，好先。打開來，然後呢，當我哋肩頭同法嘅時間，我哋呢左手呢反轉，有一陰一陽。
我哋咧用前面咧係我哋數把種數線，對數線向拿上來，拿到中間，好上下順長。嗰陣我哋咧卡拉下坐下去，我哋停腳嘅停向而來，停向嚟過後咧，我哋咧腳站變下去，我哋咧眼神咧重心咧喺耳朵左邊，我哋咧搖嘅咧卡拉下坐下去，搖嘅變上嚟，切頭變上嚟。變到幾時間，我哋咧將緊轉咧看得到我哋咧數線，佢係嚟過後我哋腰骨變上嚟，轉腰骨，轉咧都斜斜，啊，前下去，前下去過後咧，我哋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過後，我哋咧雙手咧眼神打出來，坐下去，我哋一隻手喺肩頭，一隻手喺下背。我哋咧眼神咧重心移到左邊，兩隻手一前一後，一前一個下背，一個當向，順長上去，將近停頓咧，跳拿停頓咧，順上去，出來過後，我哋咧眼神打出來，打出來過後，我哋咧手棍咧吼上下順長來，講我哋再停腳嘅，腳嘅停向而來，腳上再落下去。我哋咧眼神咧重心咧移到從量移到右邊右腳，我哋右腳坐下去，眼神打出來，打出過後我哋將緊轉，眼珠看得到我哋咧數線，看到過後我哋腰骨變上來，前下去，壓縮下去，過來我哋咧師傅坐下去。坐下去，我哋眼神都會打出，兩隻手一個喺胸前方，喺肩頭方，一個喺我哋咧下背。我哋咧下背時間，我哋吸氣，兩隻手高彎，高彎，眼珠看到我哋咧數線，眼神聽到嚟出去，上下順長。又係袁夫人啦，嗰陣我哋咧胸央打出來，停腳嘅，腳掌變下去，重心眼神咧重心咧移到左邊，眼神順長，將緊轉嚟眼珠看我哋咧數線，腰骨變上嚟，好轉腰骨壓縮下去。慢慢地坐，師傅坐下去，眼神都會打出，我哋咧手都舉到進嚟，兩隻手一個喺肩頭，一個喺下背，兩隻手高彎，拿上去，再把跪到進嚟，好，再坐下去，停腳嘅停向起來。腳掌落下去過後，我哋重心穩，我哋要做右邊都要做左邊，兩邊做起來那算一次，啊，眼珠看數線，腰骨分變上轉，天天嚟壓縮下去，師傅坐下去，我哋咧手都會跪到進嚟，兩隻手高彎。再跪出，我哋左右做起來，我哋咧手都變上來，做連續動作。我哋咧手要分陰陽，陰陽是上面一片行到陽，下手把中一片行到陰，所以有陰嘅吼，人講有紅太極嘛吼，我哋陰嘅手扭向來。記得扭向來時間呢，係吸氣。我哋師傅坐下嘅時間呢，我哋師傅未放下去。我哋停腳嘅時間呢，如果人會按嚟扭，按嚟喺我哋咧腳掌啲嘅撐向起來，按嚟會腳會過實啲。我哋可以講，我哋對我哋咧頭拿線向，俾我哋頭拿線放上去，我哋咧腳變上嚟到上去嘅，變下去。記得我哋一轉彎嘅時間吼，一隻
對我哋也就要徛啦下坐下去，坐下去時節，我哋對個腰骨也就挺挺的，主要係延長我哋一片，我哋一片係延長我哋一片，我哋一片我按摩到我哋呢腋下淋巴跟肩淋巴，還有我哋呢手膝淋巴，也係按摩到我哋呀。我哋腰骨一轉嘅時節，記得對呢轉，對呀，對我哋一隻按你腰骨按你轉下來，注意嘅地方係按你轉，那唔會傷到腰骨。轉下來嘅時節，按你轉，如果話你用按你我哋呢腰骨貼腳會舒適，你一節一節天天嚟對一隻徛啦一隻一節一節轉，轉嚟過後我哋呢按你順長上去，順長過後呢。我哋一坐下來嘅時節，我哋呢眼神要打出，我哋呢，我哋你嘛，我哋一思維面坐下去，坐下去，我哋呢眼神就會打出，打出嘅時節，如果你冇話圖打出，我都估安尼都會打出嚟，也扎舒服到我哋呢肩頭，也扎舒服到我哋呢下背，重新兩扎舒注意安尼，咁如果你話安尼樣，安尼唔對下。做乜講安尼唔對？因為我哋係安尼，我哋要數節一節一，無法度順暢。而主要係我哋呢豎線臀豎線一節一，一搞彎。而一搞彎嘅時節，我哋呢數一打出來，安尼豎線臀豎線滑過去，沿住佢個上下一個上面一個下背，安尼呢要達到講啊，我哋呢個做我哋一個。把我哋呢氣場嘅功法那又容易所以要注意嘅地方，如果你安尼我哋呢數節呀，而無法度去搞彎，不管唔做一片，或是講我哋做一片，同樣唔好安尼，安尼注意我哋呢數棍，無法度順暢上去，所以要注意嘅地方，所以注意點係一節一。講我哋沉下去嘅時節，叫沉下去。如果你我哋徛啦下沉下去嘅時節，我哋安尼沉下去，一坐下來嘅時節，要坐。我哋呢腳思維面放下去，放下去眼神都會打出，注意看一下我哋安尼，我哋係安尼下去，我眼神一打出，我一定思維面放下來。對我哋呢思維面放下來，屈下來過後，眼神都會打出。打出過後，那可以做安尼嘅動作。唔好講眼神唔全打出，我都安尼做嘅，安尼唔對啊所以安尼打出啦，也係注意嘅地方。注意嘅地方過來，我哋呢豎線，我哋呢豎線唔得做嘅時節，我哋豎線對豎線有一種嘅吸引，而吸引呢，會同我哋呢豎線嘅氣場，同我哋呢心包。老公有一種嘅牽引嘅動作，為一個氣頭嘅轉換，唔對一片也強樣，唔對一片轉也係強樣，所以唔係教安尼動作。怪奇妙哦，唔係安尼，同兩隻手豎線放強下係冇強樣嘅動作噶，所以要注意嘅地方係一隻嘢。過來注意嘅地方，你要講剛硬要吸氣，硬要嚟停腳嘅，如果人停腳嘅話，按嚟向前，注意停腳嘅時節我哋呢腳掌，如果人話按嚟，腳掌按嚟扭嘅時節，我按嚟打動脈，個危險，我哋可以是會先坐下去，對我哋一隻耳，對一隻耳，綁上去，綁上去一個意念都要綁上去，我哋呢腳都會。表上安尼存放起來，然後停腳嘅時節，停腳嘅時節，如果你會停得到我腳趾腳趾會冇穩，所以我停得到呢，停得到我哋呢腳趾安尼好嘅。當安尼時節，我哋腳掌要放嚟，安尼我哋企起到一個穩也係要注意嘅地方，注意嘅地方要嗰度仲好，所以我哋要記得安尼，更加呢同他講完做嘅連貫動作。首先呢，兩隻手拿放起來，豎線嘅地方拿放起來，坐下去，
我哋呢頭拿先放空嚟停腳嘅，腳掌放下去，重新移，肩頸放鬆嚟轉，腰骨放鬆，思維面坐下去，眼神都會打側，兩隻手重新移到左邊，兩隻手交彎，一上一下，打跪掌來，再坐下去，頭拿先放上去，停腳嘅，腳掌落下來，重新個移到一邊，腰骨放鬆來，唇從另一邊。肩頸轉到很舒適，腰骨放鬆來轉，思維面坐下去，眼神打側，兩隻手交彎，一前一後，一個喺前當後，一個喺下背，雙下交，再擺掌。更加創作鄉親記得嘛？記得呢聽段先生來做，我哋呢眼神會更加好，精神也會更加好，好好運動，下一次拿來了。